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星期日舉行嘅愛爾蘭打比賽馬日，我嘅心水推介。當晚一共有9場賽事啦，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8點15分啊。而今集我就集中想講下 S2 第一場杜拜免稅店讓賽同埋 S2 第6場啦。愛爾蘭打比大賽，我嘅心水推介。當晚繼續設有全球匯合賽池啦，包括獨贏、位置、連贏、位置 Q、二重彩、三紅彩同埋三寶，繼續為馬迷提供全球最龐大嘅賽池啦。好啦，咁先講第一匹啦 ，S2 第一場杜拜免稅店讓賽1800米嘅賽事，我就比較中意隻中心思想啊。呢隻梵高二子子咧跑3次，雖然暫時最叻只係得個第3啦，但係其實3場嘅賽事水準咧都係相當高啊。初出跑場16米，輸俾隻趣味兒歌同埋操縱師。呢兩匹馬呢，其後都係啲分級賽常客㗎，可見個水準都係好高。其後增程1800米啦，又遇到岳伯仁嘅良區啦。呢隻就係隻探極雄心，再出速程又遇上岳伯仁另一匹嘅爭勝有力。呢幾場賽事水準呢，都係好高啊。我自己覺得呢隻中心思想個表現都尚可啦。今次有個變數啊，佢就賽前進行咗個閹割手術，當然就希望佢個競賽情緒就更加之集中啦。我相信今次或者有個截然不同嘅表現嘅，揀咗佢。再嚟就 S2 第6場啦，呢場愛爾蘭打比大賽2400米嘅一級賽事。當然啦，近10屆岳伯仁就贏咗5屆，但係其實呢，2018年佢仔仔岳本賢亦都曾經贏過呢項賽事啊。今次呢，呢個父子亦都有惡鬥啊！阿爸就有隻佳進之川，阿仔呢就有隻進火伴。呢兩匹馬今場都係啲爭勝機會好高嘅馬嚟嘅。但係我就撐阿仔啦，嗰隻進火伴。你睇翻隻馬跑咗6場啦，成績好好嘅，2冠1亞3季嘅成績。上年曾經贏過場1級賽啦，聖格盧準則大賽。今年跑2場演出繼續穩定啊！當中呢，英國打比大賽佢就排個大外檔起步啦，佳進之川一放到底贏啊！但係呢隻進火伴排個大外檔，早段貼欄留後，改咗少少跑法，入到直路原欄追個第3呢，個表現亦都係唔曳啊！今次翻嚟主場愛爾蘭啦，我相信同隻佳進之川呢係有惡鬥嘅，但係我就撐隻進火伴啦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，記得留意翻我留言版嘅貼士表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